发生伫咧1952年的六窟事件，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针对着中共地下党所发动的大规模镇压行动，真侪史料到今也未个公开，而且伫咧这所在正要举办活动，要将这故事讲予在地人知。一张的图画来讲出对阿公的记忆，同时嘛是六窟事件经过。他们上来。 听说啦，上来是挨家挨户都有卫兵，都是守着，要出入都是需要登记的。六窟事件是白色恐怖初期台湾上大的一件政治案，当初无经过详细调查，政府就用公权力将人抓起来，唔那方抓起来人上济，尤其佫牵涉到全家会。我们家族的话，受这个事件的影响哦，就比较少亲戚朋友。 所以大家对我们避而远之，所以以前小时候啊，觉得家里面的亲戚很少，朋友很少。1952年，潘炳辉雄雄失踪；1960年，佮雄雄返厝来，潘炳辉变甲无爱讲话。这8冬的时间，无人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孙仔潘世贤后来看相关的记录，才理解阿公的身躯顶有什么款的历史伤痕。 用政治受难者第3代的视角来讲的故事啊，透过这些故事的呈现，再搭配高登丽老师这个丰富精彩的这个图画啊，其实可以更生动的让大家用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压力来认识自己在地的历史啊。 用讲故事的方式，互民众理解当初判决经过，也毋过六窟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其实真侪国家档案、历史资料拢无公开。都说六窟事件展出，用人甲人的关系来思考过去发生伫这块土地历史，嘛感受大时代下底的社会气氛。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